哇，那个场面是非常非常的热闹。那个爸爸妈妈在跳舞，然后小孩子在底下跳来跳去，打成一片。然后呢，小孩子可能拿着那个扫把，然后当剑当刀这样，然后另外一批小孩就拿着那个笨斗当盾牌这样，大家就互相打来打去，一片的欢乐这样。那最让我惊讶的是说，像这种事情，如果例如说在客家社区里面，可能就早就已经被爸爸妈妈骂了，被爸妈制止这样子。可是在那边并没有制止他们哦，就是大家还是这样子在玩这样。然后妈妈有时候会出来骂人，什么时候会出来骂人？就是当有一个小孩子跌倒了，在哇哇痛哭的时候，就妈妈出来骂人：技术这么差，怎么会跌倒这样子？打输还打赢？他说打输还打赢，他很了解。那可是呢，你在旁边观察，你就会看到哦，突然有一些小孩子呢，他玩累了，玩腻了，玩无聊了，他就会进入爸爸妈妈的那个队伍里面，跟爸爸妈妈一起牵手，一起唱，一起跳。然后我那时候才发现说啊，对了。其实文化的那个传递啊，就是说我们常讲说要教什么给下一代。其实如果你弄一个课堂的话，其实真的小孩子要学起来还真的蛮无聊的。他可能就只会你教给他那些。可是如果在一个自然而然的环境里面的话，他很快的就可以融入，而且这个东西可能更深入他的那个心里面。这个是我那时候很深的一个感触。我就想说，能不能也做一首歌哦，是可以很顺畅的可以连接两个不同的文化，就好像那个小桥一样，溜过来溜过去，可以在两个文化中间跑来跑去。试试看这首歌《自由飞》。好。比天天比南风，绵绵自由飞。自由比路，风风比爱远，爱远表示。你不变，来自花莲的小美。自由比路，天天比天地，南风自由飞。自由比路，风风比你远，你不飞天，不飞天。
风风悲哀，爱表示。